台南市昨暗落大水后，造成来行政区淹水，市政府启动26座的抽水站幕，水嘛是抽袂赴，嘛派警察指挥交通。昨暗9点外，水才到倒梯，早起后民众的摒扫嘛拢真怨叹。 住伫安南区安中路一段的民众，一透早趁无落雨，赶紧整理家园。想起9月初7暗时的大阵雨，一望年的时间就淹到大腿，甚至搁淹入去厝内，民众有关真惊吓，而且嘛真怨叹。不晓得为什么它会马上这么，差不多20分钟左右就够淹了，不然逢水必淹的话，这样好。N 次我不会讲啊，因为这里真的洪雨必淹了。 那个有说要做一个大航箱在下面，到现在还没做啊。第3次了吧？3次了。清了得较麻烦尔啦。我要来住大楼咯，唔住头间的。根据气象站的资料，台南市9月初7暗时开始，上猛的雨出现伫安南区，1点钟75.5毫米，其他几个行政区也拢超过70毫米，包括永康、北区、中西区拢做水灾。虽然市政府赶紧启动26座抽水站，不过这雨落了紧又搁猛，消透袂赴，造成真侪所在淹水的状况。针对这个问题，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，这波大雨已经超过台南水利的防洪频率。 人为的、人工的这个水利设施都有防护的极限。那以台南或是台湾其他地方跟这个双北比起来，人家是200年防洪频率，我们是只有25年的防洪频率。所有的水利人员、水利工程人员，包括市府的同仁都尽力了。那也希望说，借这个机会，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做好一些防汛的一些准备。 市政府提醒爱做好防水灾的准备，不过民众有关真烦恼，因为根据气象局的预报，受到低气压的影响，9月初7到初8天气小地区，也有北部山区过渡了后，会有大阵西北风，有局部性大雨，也是大水雨发生的几率。9月初9开始，水气减少，天气渐渐回稳，不过南部有缘有机会落大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